过来消息哦，过来看花莲吉安乡两台轿车伫巷仔内相闪车，结果其中一台哦竟然严重伤害，另外一台让伊先过。被害人去报案，警方伫3点钟内哦，就抓到这个家属。被害家属车来下昼3点半驶车经过吉安乡的北松一街丰信道路，因为路下拄好要甲对方一台白色轿车相闪车，不过对方副驾驶座竟然伸出一支底枪，真有伤害意思。蛮紧张的，因为觉得他是有在对着我，感觉要开枪的感觉。花莲不是一个很淳朴的地方吗？怎么会也到这个地步了？警方接到报案了后，经过车牌确认，这台车是自行车，随即派员去车行确认坐车人的身份。高调看监视器锁定涉案车辆，最后是停伫火车站前，随派员去逮捕一位今年31岁姓刘家属。本分局获报后，立即在3小时之内，在花莲火车站前广场查到开这台车的民众的其中一名嫌犯。那目前在嫌犯身上有查获依托米子的烟弹2颗。另外，副驾驶座牙枪的嫌犯，警方继续追缉，最后在暗时9点半，在市区逮捕今年20岁姓杨查某人。不过，伊交出来枪是一支弯曲空气枪，警方会进一步追查。经检验，该把空气枪杀伤力未超过法定标准，全案依恐吓罪将杨男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。本分局将持续追查是否有其他的不法枪支。初步了解，姓杨嫌犯4月底就因为涉及诈欺加妨害自由，予警方逮捕。想要到5月底，搁伫街路牙枪，警方会继续追查姓杨查某人敢是抑有其他不法的代志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